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生活中用较真普遍，这日带大家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大。这个大就徛起居住的意思，像讲你住伫倒位。另外，这个大嘛有伫什么所在的意思，像讲你住遮看。另外，这个大嘛有过暝意思，像咱讲住饭店。若是和人做伙生活，咱会当讲和什么人做伙大，像讲伊甲外口的伙计大。若食什么款的头路，咱会当讲是住什么款的公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借大，这就是暂时借一个所在来住，或者是会当讲过暝的意思。第二个词瓦大，同款嘛是暂时借大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后生大学同学趁歇热伫环岛。这两天伫咱兜借大一暝，唔知讲伊瓦大伫咱兜敢会关系？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大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